總之是咪講自家三回呢行到啊，熱天自家要各樣嘅問題嚟到自家嘅生活中，但係我同今節講自家啲喺呢個詩篇108:12用人講自家啲上帝叫自家對付熱切，你對付嘅，你對付乜嘅痛苦、問題、煩惱、擔心，上帝叫自家，因為嘅接咩講，因為到係講自家求人嚟幫助。出嚟浪費，因為咪啦，人當自家要限制，但係自家求上帝嚟幫自家，上帝冇限制，一個能力，一個才能夠祝福自家，佢個新嘅力量，佢個強嘅力量，因為到啲詩篇108:13樣講到，甲上帝求下，自家能做大嘅事，佢當下掉自家嘅敵人，咪意思係講你求上帝，你依靠上帝。佢甲自家強行帶自家去做安排嘅事，因為到上帝佢當下對付自家嘅敵人，自家嘅敵人咪啦，當然唔係講到啲人類嘅方面啦，自家嘅問題即係自家敵人，自家嘅痛苦即係自家敵人，自家嘅不實煩惱即係自家敵人。嗱，你求上帝，佢跟你同在，佢帶你過一個痛苦一個不實，因為到自家敵人就係你都看唔到嘅特別刺激到，你求上帝嚟同在，佢祝福你，帶你去過啲突突折折嘅痛苦。嗱，我禱告本攏總用自咪，你也可能你未得擔到啲痛苦不實煩惱，你謙卑，我禱告主，你嚟開路本呢個兄弟姊妹，要向你禱告嘅，你祝福佢，俾佢新嘅力量、新嘅精神嚟過佢嘅問題、過佢嘅痛苦、過佢嘅煩惱。當佢嘅生意，你把出一奇妙手中，你做新隻門嘅，帶佢得新嘅路，奉耶穌基督嘅名嘅禱告。阿門。